没有人没有听到什么歌回去会很不爽。给你们一个机会。一个人跳舞。哦，有这一首吗？啊？自由。那首歌明明叫做《我和自己》哈，停在那片蓝。哦，那不有卖哦。到我们下面一个妈妈。哎呦，这样点下去还得了？我们来选一首啊！快点哇，等一下我要。啊？什么？哎。啊？你讲清楚一点好不好？大海哦。你知道他讲哪一首吗？歌仔戏那一首。海龟。海龟。好。妹。杜西谷同学，因为大海要2个人唱，今天只来了1个，所以我们先唱海龟。